个电影我真 inspiration 所以唔通咱讲食老就袂步头，啥物拢唔通去妄想。各位，其实我拢定定咧想，毋是敢若这少年人会做梦。上帝的话安怎讲？老人爱做义望，咱拢有一寡梦想，想要去完成的咱唔通讲搁等，无可能可能拢毋是在伫咱。我要真做耶稣基督学生，然后咱入捌基督，入捌基督了，咱在学习爱效法基督，所以咱第三讲大概要对这个内面来分享。有咱对上帝话开始，好无？大家感觉爱困所以就读较大声咧，就较袂爱困来。罗马人书第8章28节到30节，罗马人书第8章是我感觉咱要用一段时间好去读。这章我感觉是对所有的信徒、所有的基督徒，特别咱讲这个时阵，咱要去安慰别人，要去争取别人的帮助。第8章我感觉是真非常重要的一章。其中的一段话安尼讲28节到30节，来，咱知上主有遐个听伊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伊人当无万事对因都有利益，因为上主来先拣选的人，来先赢着互因，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同，但无伊的囝儿济济兄弟用做大囝。这个，还有遐个先听到的人，上主嘛甲因拣调，拣调的，伊嘛把因认定做义人，伊所定做义人的，伊嘛互因得到应得。咱咧读一遍咱搁倒转来看，有当时我讲不断上书的意思，你读一遍了后，有足侪迄个。记头壳的物件，迄个了解，你搁倒转来看。伊讲咱知，咱知，真正拢知无？咱就要当作咱知。上主互遐个听伊的人，啥物人是上主所听的人？伊就一个解释讲啥？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。所以上帝所听的人，是伊拣选的人。然后呢，要创啥？甲伊同工。咱即摆真侪时阵，咱讲咱甲上帝同工对无？啊是讲咱咱是同工，咱咧讲的同工拢是讲啥？咱做共款的事工，迄款也叫同工。但是事实上，咱咧讲的同工是咱甲上帝同工，即摆问题是来你若毋知影上帝咧做啥物工，你要咱甲伊相合同工？即我来问咱一个问题：上帝今仔日咱的教会做啥物工，咱知无？咱有清楚无？这个问题是我每遍开小会时，我对这个长老我一定问一句：请你甲我讲，上帝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咧做啥物工？若是咱毋知影上帝做啥物工，咱要怎爱相合同工？但事实上，再过来讲啥？甲伊相合同工，伊讲啥？互万项事对因拢有利益。所以上帝互咱甲伊同工是要安怎？要互咱得到利益。你若要对上帝得到利益、得到好康的只有一个办法是啥？甲伊同工。所以你毋免惊教会讲咱就来做伙侍奉，讲毋通我毋是。你失去上帝要祝福你，互你利益的机会，所以毋通提示，甲上帝同工。因为安怎？这有一个开始要讲上主大先拣选的，毋但先定着，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共。所以这有一个处事，伊拣选的人呢，伊要怎？要互伊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共，这有一个过程。当甲耶稣基督的形象相同的时，咱伫伊的活命内面，通互伊的囝伫济济兄弟中做大囝。所以咱拢是学习耶稣基督，咱拢是伊是大囝，然后你知影这若有囝仔的然后有2个以上的，这大汉的就真重要。
我某有一个同学吼，足后生，上帝也祝福伊，生5个拢查甫的，吼，你讲5个拢查某，就讲啊，还佫会使，5个完全拢是查某的，吼，安尼吼，特别若去因兜吼，我感觉实在嘛袂歹，你讲军事制度咧，因即个妈妈，我即个同学就讲，哎，叫全部都出来，我遐哥哥就一个下令，大家全拢排做伙，啊像弟弟的功课哥哥教。所以我甲伊讲，妈妈安尼足省时间，所以你也免加生几个啊吼，嘛袂歹，因为吼大汉会当帮忙细汉，啊伊帮忙吼比你搁较有效。爸爸妈妈讲无啥你主导，迄人伊遐讲吼，先计少咱讲啥，伊就会食啦，这伊就知影。所以吼，咱拢是学习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伊是所有的咱这叫做基督家庭内面是大囝，然后咧，这是上帝心意。甲伊过程讲，遐有生定着的人，头拄咧讲，上帝所听就是有生定着的人，上主嘛甲因警调，毋是甲咱有定咱尔，伊要警调咱，已经警调伊要啥？互因做义人，上帝要认咱是伫伊的面前是赦免罪的，伊所认定做义人是干那你要互因啥？要得到阳光，兄弟姊妹，你甲你边仔人讲，上帝爱我得到阳光。甲你边仔人讲啊，就是。来，有人讲哦，这我讲袂出来，因为这上帝叫我好得到，这是上帝的话，毋是我讲的。咱受警调的人，上帝到尾啊，伊有一个目的，是要互咱得到阳光。你讲我毋通，上帝啊，我毋通抢夺你的阳光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伊的百姓，今仔日伫地面上显明伊的阳光。当你有上帝形象的时，人看见咱的时，看见啥？你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当你去关心一个人，当你去帮衬一个人，当你去疼一个人，当你住伫迄个叫做人的中间，你的付出、你的牺牲、你的野是价，人看见的，毋是讲安尼这人可怜啦。你这样 stupid 啊！伊看见是啥？上帝荣耀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这是上帝对于咱的呼召。咱知影有一本册叫做《标杆人生》，叫《The Purpose Driven Life》，最近有新的这个 edition， 吼、这本册我顶边就甲大家分享，讲我若是 Rick Warren 吼，真爱冒死啊！这做牧师呐，安尼甲一本册就叹死啊！即摆卖差不多3000万的 copy 哦，哦，这一个 copy 免趁偌济啦吼，1箍就3000万，更不止，绝对无可能，迄个版税遐尼少。伊写这本册影响哦，毋是教会内面的这基督徒，伊这本册影响是大家几乎全世界的人。是安怎这本册遐尼畅销？原因是大家人拢无 purpose， 真正无 purpose。伊这个册伊内面写的物件，完全拢是圣经的物件，但是你讲你知影一个物件，伊若每遍去引用圣经，伊甲圣经迄个第几章、第几节甲写内面，真正就不爱看，所以伊甲伊的迄个物件拢写去愤怒顶悬。所以你看的是你袂感觉讲伊咧写啥物，过来伊用足侪无共款的版本，伊足少用迄个King James迄款版本的，伊拢用较现代的即个描写方法。Rick Warren 即大家拢足出名，吼、伊捌 Time Magazine 特别甲伊做一个真特别的一期即个标题人物。伊对耶稣基督学生伊定义讲，一个耶稣基督学生是一个想法、感觉、甲作为拢亲像耶稣基督，爱诚做耶稣基督形象，就亲像讲啥，罗马人书第8章28节到29节，头拄仔咱所读迄段的话，上帝伫我生命第一个目的，就是啥？要互咱的生活亲像耶稣基督。这若是伫全世界公认伊的册影响上侪人，即本的《Purpose Driven Life》是圣经以后伫西方的英语世界内面第2畅销的册 ，imprint 上侪。第二个位我要讲的，知影 Purpose 的一个牧师，你看伊的生命，就拢真平顺了。伊的囝 Matthew 伫今年家己自杀。原因是因为长期即个depression，即个精神的问题，
一个遮尔出名牧师兄弟姊妹，伊会拄着遮个代志。我跟你讲，毋是做牧师的人，就拢上帝派天军天将，四围围围，行路拢袂去跋倒，开车拢袂去烧路。若要安怎？咱平安要安怎？但是我呢，甲伊太太最近讲，伊差不多应该是1个月前，伊第一遍出来都开始讲到，伊出来是分享讲吼，魔鬼撒旦吼，找了毋着家庭去。意思讲吼，伊无可能因为阮囝的自杀，就互我放弃对上帝的信靠，因为伊知影伊的一生的目的就是啥？伊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。上帝伫遮个代志顶悬，伊看出要互伊的生命内面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即个就是咱今仔日不断咧提醒咱的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不管咱面对的是啥物款的问题，上帝要伫咱的生命内面看见伊的荣耀。当咱学习耶稣基督的时，若是耶稣基督伊是地顶悬伫遐死，伊所得到的荣耀是超过所有荣耀的时，当咱对伊的脚步去行的时。人要伫基督徒的心中看见基督的荣耀。当然，这个代志咱拢知影，伫圣经内面足清楚，毋是咱家己有法度，咱只是说，我呢足艰苦，甚至讲我用我的气力无可能，这爱透过上帝圣神的帮助。所以头拄仔讲，咱伫认捌基督的时，爱讲，这个毋是讲上帝对咱的疼，耶稣基督救咱的救赎，还佫有一个真重要，上帝的灵，正做咱的帮助。若无圣神的帮助，这是无可能。约翰福音14章的16节到17节，咱做伙来读来。我嘛会对天父求，伊会赐一个保惠师互恁，通甲恁永远同在。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神。世间人袂通接纳伊，因为伊无看见着伊，嘛毋捌伊，毋过恁捌伊。因为伊甲恁同在，佫会继续踮伫恁内面。真侪人拢咧怀疑讲，我到底有信心无？做者基督徒，今仔人讲，你有信心无？敢若有，敢若无呢？信心有诶是到底是啥物？伫遮耶稣基督敢若讲足清楚，遐军队业人，遐领受救赎人，遐诚做耶稣基督学生。耶稣特别为着因恳求，要将这个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神，要甲因三角地地。今日继续甲因三角地地。伫伊个内面，伊讲啥？世间人袂通接纳伊，因为啥？根本因就毋捌伊。当上帝灵伫咱的心内，生命的改变，圣神的帮助咱去判断真理，当圣灵的同在时，头拄咱讲的，迄拢是真最有可能。咱知影？圣灵做真侪遮个事工伫咱中间，伊做好调的工课，伊做切恳的工课，伊伫遐苦劝，伫遐鼓励，伫遐安慰，伫遐想诉伊的恩典。面对遮苦难的代志，真侪时阵咱拢想要去帮忙人。我去的时候，我就讲甲一大堆有诶无诶，咱真有圣经有诶拢摕出来讲。咱真侪遮个机会。帮助遐破病人也好，遐死实的人也好，我毋知影你去探访的时候，你拢当时拄着遐困苦艰难的时候，放心啦，上帝要你出来意料的平安啦吼，虽然行过死命山谷啊，毋惊灾害啦，讲甲遮吼，这种真好啦，这种圣经的话，但是我有当时感觉吼，迄个时候人的话吼较少，你去甲伊同在，恳求圣神做伊安慰的工课。我看咱拢有即款的经验。当咱悲伤的时候，边仔人甲你讲啥物吼，你根本都袂记住。但是你知影迄个人伫遐，上帝的灵今仔日做这个工课。有所人书就讲到上帝圣神的时，我相信大家当作清楚这段话，咱搁一遍来较好来。嘛毋通酒醉，因为酒醉会把恁败坏，颠倒就互圣神甲恁充满。对用诗篇、用圣诗、用连歌互相对唱，对身体唱圣诗甲诗篇来互好处，就靠咱的
为着特定各项代志，时常来感谢天父上主，恁就用敬畏基督的心来互相顺服。当时以有所的教会，当时迄个世代，甲今仔日我想拢差不多，就是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有真侪威胁咱的、控制咱的生命的遮个物件。当时保罗用这段话足清楚，伊讲要互圣神充满，迄个情形敢若亲像一个人去互酒精控制共款。当然，迄意思毋是讲伊表达的方式是共款。就是讲，真侪人当时就是用酒精来互家己的心思意念伫遐，因为酒精的代志伫遐受控制。伊讲毋通，伊讲啥？爱互上帝灵来控制咱。人要安怎知影？当咱互上帝灵伫遐来引带咱的时，伊讲一定有个情形。当然，伊遮用是特别的，伊讲用诗篇、用圣诗、用灵歌互相对唱。同这意思，伊佫这翻译，当然我相信毋是特别咧讲迄个圣诗，只不过讲咱手摕一本吼，500几首啦，100几首叫做圣诗，若无唱这吼，就无啦。但是今仔教会咱用足侪时间，伫遮咧debate这个代志，敢毋是讲安尼吼话歌唱起来较无熟，这安尼台湾调吼，这听着敢流行歌吼，这无解好哩。若好哩，就拢好哩啊！到底这是咧讲啥物？当上帝灵掌管咱的生命的时，你对嘴所讲，你所认的，你的感谢，都毋是一般遐个叫做凊凊彩彩的话语呢，出自灵的感动。佮上重要的是讲啥？就要对心底唱，来学老主。就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为着各项的代志，时常来感谢天父上帝。一个对耶稣基督的学生有一个生活的特征，就是真个晓通感谢，真个晓通 recognize， 真个晓通看见上帝安怎透过兄弟姊妹、透过教会、透过四周的人来伫遐，才做生命的帮助。所以真侪人讲，一个毋知通感谢的基督徒，是一个还未真正是救赎的人。咱的生命，咱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一个通感谢的。佮毋是安尼来21节，我甲伊即段话特别咧提醒，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来互相顺服，互上帝灵感动的时，伊毋是讲，然后你知影即个数来去第5章22节是讲啥？你知无？就是讲翁某的关系，过来讲爸囝的关系，过来讲这个头家甲新郎的关系。保罗伊真清楚，这个信仰的代志，拢爱藏伫生活的内面。一个互上帝灵伫遐来引带充满的人，伊的表现对开始知影，伊是一个叫做互上帝的圣神感动的人，就是伫伊的翁某的关系，伫伊甲囝儿的关系，伫伊甲头家新郎的这个关系。敬畏基督的心，互相顺服，这是咱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咱就拢知影，哇，圣神伫咱的心内是咱着结果子。咱就会知影，加拉太书的第5章22节到25节，后来即个考试一下，圣神的果子，内面有苹果，有柑仔，有黄来，有来啊！圣神的果子，我即摆要问啊，圣神的果子几了？这个问题，事实上就已经错过啊。圣神的果子有几粒？高。事实上，伫原文的是这个 fruit of spirit 是单数，这是一项的状态啦。各位，你唔通讲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可怜啊，我敢若一粒尔。其实你若有一项，就是你有伫这个圣神的帮助的生活反应啊。但是当然，哪一是哪有上帝的灵伫遐来帮助引带啊？所以有啥？来，咱小讲一个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
哦，咱讲到尾啊，上尾迄句用讲节制，啊唔够啊，较节制，啊，咱来节制，大家听啊。各位，即摆你若阁想着圣神的轨迹，你莫阁想讲有几粒啊？即个是你的生活的状态，各位。当你互上帝的灵引出来时，遐个邪恶的事，遐个骄傲的事，遐个苦毒的事，都会渐渐变化做仁慈、节制、和平、喜乐。这是互圣神带伫咱的内面，互伊充满咱的生活方式。这是圣神所结的，所以伫圣神所结的果子，就毋是咱家己结的啊，对无？所以真侪时阵，咱犯一个毛病，敢若咱感觉讲哦，圣神啊，你互我结较侪果子，安尼互人知影讲，我嘛是一个结果子的人。你应该安尼讲，当人看见我伫我的生命这个生活方式有即款的改变的时，因会知影这毋是我，这是上帝的灵所做的工。上帝所做的工实在是奇妙。即边我定来讲，我带这个教会这个 mission team 去台湾，其中这22个中间有一对 twin， 姐姐甲弟弟，两个差3分钟。啊，这个弟弟叫做 Henry， 伊妈妈是这个，阮的教会当时买迄个所在时，就已经想好，将楼顶的一半租这个台湾会馆。伊妈妈是伫会馆在做干事。啊，这个还未转去的时啊，这个妈妈叫做丽雪。是咱的历史，迄个历史。然后牧师来讲，讲这显微你要小可注意，我是安怎？这足歹控制。安尼我就心内啦，父啊，甲安尼讲，咱就爱小注意一下，啊，就特别交代。好命，一开始吼，我伫带这20个，我伫旧金山国际机场，我就带要转去哦。敢若伫国际机场伫咧等吼，我就看，这囡仔一个，足 hyper 呢。我毋知偌欢喜诶，敢若袂输去要去迪士尼乐佚佗咧，啊袂想讲伊是要等于 mission， 因为根本就毋捌去过教会。安尼是讲，牧师啊，你这恁哪有迄落 mission 天转去台湾，较叫伊毋是基督徒转去，我来讲，上帝就遮尔奇妙。两个，我听到国际机场去到桃园诶时候，前迄个游览车好欢喜甲因吼，已经10年无转去台湾啦。啊，所以足欢喜，看到物件足新鲜。我是讲哇，这个哪海啊？即个当即下过来2礼拜哦，甲3礼拜要甲即个生活哦，真正带去等嘞。我唯一个大人，剩拢是囡仔，上大汉的，就大学3年。哇，足欢喜，欢喜哦！我就一工就开始啊，就2工开始过。你看上帝会奇妙的圣神在做工。有一工，阮拜四教，礼拜日就做礼拜，做礼拜时啊，我讲道，因为迄个南投00顿的牧师讲所以你就转来，你来讲道一下吼。我讲道我是讲这吼囡仔拢爱咧时差吼，讲什物大道理拢无啥效。所以我就讲好，安尼吼，咱知影讲咱即边上重要的即个主题是要 stand strong for God， 吼，就开始咱为着主来徛哩，我就将遐个经文拢讲，对我来看吼，简单就好，短就好。但是迄牧师甲我讲，牧师，你爱讲点半钟，我好可怜。遐人若挡袂掉，我嘛挡袂掉呢，因为我忝到要死呢。所以我40分的时我就结束啦。我40分，佫长呢。当然，即摆来讲我随结束，恁可能嘛真欢喜。爱忝到要死。要安怎？我忽然灵机一动，上吊一个话甲我讲，迄感动是安怎？吟诗。唱歌，迄讲因即个敬拜俄罗团的即个少年人，迄教会真特别，拢是少年人开始培养，因即个 press team 即个 instrument 啦，即无一个是音乐系毕业的，但是我讲因安怎学，你知无？我听着我就感动，迄去台的人伊就去听录音带，听 CD， 练1个月，练甲迄个原来拢共款。迄用心就是安尼，然后起来唱，迄首歌因迄是当然是响爽的，迄 Australia 的一个教会做的歌，我应该翻做中文的，开始唱歌，我就上帝有一个声吹逼我，就好调，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讲，你若要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主，
你通举手，我会讲，先举手的啥物人？就即个 Henry， 而且直直哭，迄个哭吼，我相信毋是伤心哭，伊哭到根本就，迄个哭毋知叫做 weeping， 就是安尼吼，安尼，你知影哭到足厉害，是敢若哭者，伊过来哭，煞的是，伊怎甲我讲，牧师，当你讲上帝话时吼，我即摆才知影讲，什么是 Christian faith。我较早听拢是讲吼，有啦，我这拢有去少年团契，妈妈拢甲我讲，你着去教会，嘛听一个基督徒讲一寡迄什物信仰的代志，迄我拢感觉根本都离我足远。但是当你讲起上帝话时，我迄个时阵我知影，迄个是啥物。然后上帝连做工，伊开始有一个反应，伊的姐姐嘛是共款。然后迄天煞了后，走来甲我揽叫的，伊甲讲 ：“You are my second dad。”哇！我真正我责任搁较重。所以叫过来吼，这2、3礼拜哦，指甲甲我对调调。吼，我咧实在是有当时讲，你会使慢咧紧安尼对无？你看见迄一个人生命改变，伫迄一瞬间，这是因为牧师来讲什么话啊？毋是，是上帝的灵，伫遐透过迄个时阵，伊知影即个需要，因即2个即2个家弟啊，是因即个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。你毋知影，我即边转来是伊妈妈，因个留伫台湾，伊妈妈，我转来是讲，牧师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发生什么代志？伊讲行无啥共，我啥都无啥共，怪怪。我讲怪怪是以前别人做老爸，安尼讲。因别人做老爸，佫有一个意思，以前天顶的老爸做伊老爸。上帝的工，圣是要做啥物工，咱毋知影。咱来开放。毋通认为这个囡仔毋知，毋通认为头摆我讲，我听你去过教会叫去咩线？你知影即边得着上济的人，拢毋是伫教会久的人，得着上济的人，拢是遐当一群的人。这就是我咧讲文道的训练，就是安尼。当一群的人看见一群的信徒，一群的这文道，因开始咧生活的时，我甲讲，即群的人无啥共款。上帝透过叫因学习，因看见，这人安怎付出？这安怎用时间伫上帝面前伫遐祈祷，因改变，上帝圣神会改变。拄咱看，这就是咱讲遐个轨迹啦，这是一个生活方式。和平、疼心、欢喜、忠心、忍耐、慈悲、良善、温柔、尊重，好好祈祷。咱的心思意念，爱甲咱的耶稣基督共款。当咱要好好祈祷的时，就是咱的心思意念，而且讲咱的 attitude， 迄个 attitude 足重要，态度比什么较重要？毋是咱的灵力甲耶稣基督共款，咱毋是人要亲自讲哦，耶稣基督哦，咱即个足侪人拢讲，上帝啊，你著互我哦，有亲像耶稣基督，你著行神迹迄款的能力，青面咱看见，摆开咱起来行。其实咱即摆上重要学习的是，伊安怎面对上帝互伊的使命，迄款的态度。其实今仔日牧师有一件代志要甲大家分享，咱要咱效法基督，效法伊啥物？爱效法伊安怎为着世间人会做，为着要显明上帝的疼，伊所受的苦。苦难是咱学法耶稣基督一个非常好的途径。学习耶稣基督，伊的受苦。规日历史书，我想这段话是上清楚，伫遐咧讲耶稣基督为着咱受苦，伊的方式，咱三个来读来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神迹，基督原本有上主的身份，却无想讲着爱坚持甲上主平等的地位。伊颠倒命看家己，取罗卜的身份出世做人，正做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是离体的。所以上主甲伊提升到上悬的地位，请使伊超越万名的名。因为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地上甲地下所有的骹头母，拢着甲伊跪拜，
所有的罪拢会宣布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归荣光互天父上帝。耶稣基督安怎顺服？伊安怎为着咱处罗卜的现状，咱来效法一个，效法伊的死，伊毋是敢若死尔，搁啥？搁死伫十字架顶，这毋是一般的死法呢。大家拢话做爱，有拢爱死嘛，但是咱拢会惊呢。哦，会惊安怎？好死！哦，我听讲哦，有人爱看电视哦，哈哈，怎笑怎去啊？哇，我爱好死！不管你的死法安怎，你的死的结局是安怎，咱有法度选择无？真正人讲，咱嘛爱交代啦。当然，即个物件讲啊，咱要面对死亡哦，咱拢大家拢有机会小可分享一下。我感觉有当时这需要，有人讲吼，我若去病院的时候，啊，就毋通搁较济什物急救啦吼。即个交代真正无有当时啊，你真正会害着你家族，害着你的事实吼，啊，煞毋知要安怎做决定呢？我讲急救哦，啊，人讲毋通吼，啊，就煞毋知要安怎咧。即咱拢会拄着，有当时咧咱需要。但是咱咧讲的耶稣基督，伊讲毋是死，伊顺服到是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，是当时上无好看的一个死法，上残忍、上残酷的死法。但是因为这项代志，上帝提升伊到是上悬的地位。伊要讲的物件，是因为迄个顺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事，伊才有法度归荣光互天父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是毋是共款？咱做基督徒的人，都毋是讲叫咱多啊，顺服啊来去死，毋是迄个意思。但是你有一个觉悟，就是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，你要怎荣耀耶稣基督，要怎互基督得到荣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学习伊的款式。所以，这个物件是真做基督徒伫咱的生活内面足重要的物件。你要咱去信靠，你要去顺服，其实这两个词是一体两面。你若无法度信靠，你就无法度顺服嘛。啊，你若无法度顺服，你就无法度信靠。所以头拄仔去共款迄张查某囡仔讲，我听你咧讲，然后一个人开始有即个想法的时候，你想有法度，伊就无顺服啊。啊，无顺服的是你心意的信靠。咱对上帝、对耶稣基督，你要安怎真真正正？因为你相信伊，你倚靠伊，所以你就会顺服伊，互你的使命，你就会对伊的骹步去行。所有希伯来人书11章拢咧讲起这顺服的人的情景。做伙来教我来，信心是对所毋望的代志嘛，对所看袂到的代志确信。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心，才得到上主的接纳。咱有这个信心，才了解宇宙是对上主的话创造的。安尼讲起来。咱所看会到的，是对看袂到的来做成。你连要敢知影讲，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叫做真主上帝创造，这就是要透过信心。是安那真侪人讲我讲，这无可能，但是有人看会到。你若阁继续看所有希伯来人书这11章的中间，有写足侪这叫做信仰的这个。先祖，然后伊讲我靠信心过日，然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comment讲，这个人拢无看见实在上帝所应允互因的实现。意思是讲，咱来看见啊，就免靠过信心。若真正有法度家己啊，你就免去倚靠啊。安尼，即马今仔咱的生命内面。你安怎用你的对上帝迄个信心然后倚靠伊？我感觉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佮讲一遍，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对所毋望的代志有把握，对袂当看见的代志会当确定。这个信心的来源，毋是对我家己有自信。啊，咱这个波士顿的教会吼，我看见就是吼，咱过5年以后，这个教会会当成做500人的教会。有这个信心无？无。这是
小可放起来，你大家才无信心。哎，讲有啦，是有信心的，信心无遮大，无偌济，偌济咱感觉会使300，100。啊，若100，我讲用这天文数字，就我都算会出来。啊，就头拄仔用这一人去带一个，一人去带一个，都免明年，咱就已经跳过100了，敢毋是？啊，所以即感爱信心，即落去做就好啊，就有法度完成啊，敢无信心？即个问题是来啊，敢真逐个人真正去一个人带一个啦？然后你去带时，敢会就会来？伊敢就会真最后所去到学生，即个倒转来一下。但是即个物件，你姊妹牧师要甲大家提醒的，若是你认为讲今仔日我去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去行，我去引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做伊学生的时，你若知影这是伊对你的呼召，这是对你的使命，然后你去做的时，这是你信心的表现啊，毋是你。哎呦，所以你莫叫我去啊，我也袂晓讲。亲像恁安尼吼，这有新人训练的吼。啊，去哩安尼随时吼，拢免准备吼，啊，就我就讲落落长，讲到阮逐个拢拄久啊，伊还佫家己一人安尼讲，即款人法度。头拄伫食饭的时，我在分享一个物件，阮做牧师的人吼，伫法比足可怜，安怎可怜？无朋友，啥物无朋友？你若毋是牧师吼，朋友也佫有；你若是牧师吼，介绍啊，这某教的牧师，哦，伊就甲你有一个距离，因为敢袂输吼，你去吼。开嘴后喙拢要叫伊信耶稣共款，啊有个人吼足烦恼，伊足奇怪的，即个甲牧师亲过若是，伊拢感觉伊的罪较重，伊拢感觉讲迄牧师吼，敢若有法度看出伊毋知犯啥物罪，所以哦尽量甲你离较远咧。有一个我去找一个，我即马拢我的习惯，拢到一段时间来去找一个叫做 Acer， 就是迄电脑迄 Acer， 但听讲吼，即个 Acer 的名是遐个 Acer 迄个公司人伊就有啊。但是伊袂去注册商标啦。啊伊哦去的时候，伊就，你讲伊有想要追求嘛，敢若也无啥想。啊但是哦，我拢对一个负担，我负担就敢讲，伊爱家己咧拍拼，啊家己搁车祸了做，即个骹断去，啊这个骹断去的人吼，开车拢一斤无比，伊上倒骹打油门的，吼，一支骹，我讲一支骹开车比两支骹较紧。迄关系啊，迄伊的 style， 我拢做爱时间去教伊上，但是哦，你看我第一遍甲伊见面的时候，伊讲我一句话，啊，我就知讲伊有一个丢对的物件，伊要 make sure 一项，伊讲牧师敢会使啉酒？无啦，你免替我回答。我这个就是要叫恁回答，我是要伊问我是安尼话啦，你免替我回答，手啊！但是我对即句话，我知伊的心境一下。毋是做后啉酒，毋是做爱啉酒。伊会要 make sure 讲你即个牧师吼，毋是甲一般牧师吼，若讲到啥物特别的生活啥物件拢袂使，逐项拢袂使，安尼敢若你拢较。你拢较好哩，啊！你知影哦，真侪人吼，拢会感觉伊真无好哩，啊，所以就毋敢甲伤好哩的人做伙。但是即摆我感觉这咱去思想，是毋是有真侪人认为咱基督徒伤过好哩，无爱甲咱做伙？有可能哦。我看到去群的人真正的，礼拜日来到，奇怪，穿的衫拢无共。牧师若要来，奇怪，是安怎厝内变较好势？这我有当时我感觉我嘛头壳想袂晓呢。牧师是要看你，也毋是要看你兜有清气。啊，你看啊，这是太人之道，啊，特别牧师要过来哦，定定变较清气的。我讲等下你变清气，我可能嘛无机会啊。我真系讲我你讲拜托的，牧师是要去关心你，要去甲你三甲做伙，为着你祈祷，啊，看见你遐尼。无精力，替你祈祷一下。这个机会啊，这兄弟啊，这勇气啊，我看家己房间收好势啊。你若无迄个气力，牧师替你祈祷啊，便气你就较清气，安尼敢毋好？安尼佫无爱。咱拢想过好哩。但这个 answer， 我对伊还佫无放弃，因为伊感觉伊想要甲我做朋友，我嘛想要甲伊做朋友。
我看见的是上帝会了解。可能这个代志，我有一个把握，迄个把握毋是我家己，我相信上帝咧做工。以后有这个义务，等咱去顺服的时，亲像耶稣基督，上帝得着荣耀。顺服是咱互上帝的礼物，其实咱袂当互上帝什么物件，但是咱若顺服，伫上帝互咱的使命甲交代的时，咱要将荣耀交代。38节罗马书，我上爱38节3到9节，这个是咱的确定。是安怎遮个代志拢真最有可能的？是安怎咱效法耶稣基督，上帝一定要帮助咱，因为是这项代志。咱做伙来读好无来？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将来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有关联的，是天顶，是地上，也是任何受造物。拢袂当切断上主通过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无一项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毋是生，毋是死，毋是遐掌权，毋是现今，毋是将来，毋是有关联天顶地，所有任何受造物，无可能一项代志会当切断咱的上帝伫耶稣基督人对咱的疼。迄个已经完成啊！伫死时的时。这段话真做帮助，但是你有掠掉无？你有法度信靠无？这个确实一个重点。等于好好想这段话，这段话伫你的人生过来，你有一天有一个时刻绝对用会到。因为有一个时阵，你是讲上帝根本无听我，上帝若听我，今仔这个代志哪临在伫我？上帝今仔听我，这个代志哪临在伫这个教会？上帝若今仔去听这个教会，哪有这个代志发生？咱捌看过这个电影，真正捌看《End of the Spear》啊，这个是一个宣教师的真实的故事。拍这个电影是其中去受互人杀死的宣教师的囝，伊了后佫倒转去迄个杀伊的爸爸的迄个族的人，伫厄瓜多尔。你若捌看过这个电影，你会当去做来看，真感动。这个叫做 Jim Elliot。你看几岁？替我算一下。啊，29岁，伊去厄瓜多尔偌久？去训练，开始第一遍驶飞机哦，去到迄个足规模的迄个 Amazon 的迄个丛林内面，去落飞机，就去互杀死啊！啊，咱就讲上帝啊，你嘛较差不多咧，啊，即群人为着你安尼拍拼。拢咱袂做着啥物，啊，就结束生命。但是又讲一句话，我感觉这是咱一定要去想的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你放下你家己无法度去拥有的，去得到迄个永远袂失去的，绝对毋是一个戆的人。咱真侪时阵，拢会感觉讲，我要掠掉。迄个我家己有法度掠掉的，但是遐物件你会当掠掉的，拢毋是永远的，对无？啊，你掠袂到的，咱永远拢咧期待。你爱用所有一生，上帝讲，你爱将你的生命交托的时，你才会真正去得到迄个你永远袂失去的。咱真侪人拢讲，即款人叫做 stupid。所以我怪保罗讲哦，真侪人看我真正是戆的，一代。你若有人甲你讲哎哟，你莫遐尼戆啦，谁若做即款代志哦？你感谢上帝。若有人真正甲讲你是戆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小可有得到迄啥袂失去的，毋通互人惊讲咱戆啦。哦，咱拢足惊人，咱足惊人讲咱戆，咱呆。但是你知影伊的生命来伊清楚，伊效法基督，伊准备所有一切，然后伊嘛是安尼来效法耶稣基督。做学生的标志，我相信真特别。约翰福音第13节、34节、35节，耶稣对学生安尼讲：来，咱来读来。我恁一条新的概念，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嘛着照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正人会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人要安怎知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？三听，安怎三听？这看无啥会出来。
啊，三共西卡，哦，啊，这叫做 Pope Francis 最近的教宗，哦，还佫继续，耶稣知影，伊的父亲、伊的老爸用着一切的权利拢交伊，伊知影家己是对上帝遐来，佫要等去上帝遐，所以这个是伊方式哦，伊安怎表达？伊安怎表达伊的疼？伊要做一个模样。我相信即个今仔日咱来想啊，咱若今仔日咱要做即个模样的是，迄个三条模样是啥？可能毋是洗骹，因为真侪人无互你洗骹，你嘛毋通甲洗。伊对伊的围起来，脱了外衫，摕一条面巾绑伫伊的腰，然后倒水伫迄个面桶，开始替学生洗骹，佮用即个巾仔差无7、8担，伊来到西门彼得的头前，彼得讲：主啊！你替我洗骹嘛？耶稣讲：我所做，你现在毋知，日后你就明白。Pope Francis， 即个伫第一个 Mass， 伊所做弥撒就是咧礼拜时，这是伊讲的话。伊讲：当咱行到无十字架的时，咱是一个咧去做一个无有十字架的教会。当咱伫遐承认耶稣、基督，但是无十字架的时，咱已经毋是主的学生，咱就是一般世俗的人，就是根本就毋是伫主的内面。一个无十字架的一款生活，对即个 Pope Francis 感觉，迄毋是教会应该做。你知即个 Pope 伊是第一位伫欧洲以外的 Pope。古早若是教宗、教皇，较选拢是欧洲遐啦，这是第一位哦。啊，你知影这个教皇、这个教宗哦，有一点唯一的个性啊吼。你若知这教宗、教皇出去为着伊安全啊，惊去暗杀啊，过去嘛有遮个例嘛吼，我著爱保护人，我送伊一台迄落吼炼油的公司哦，送伊一台迄外站的哦，真防弹的，什么？伊甲讲哦，这伤贵。这会当去帮助偌济善车人，我无爱啦，无爱人送伊的。但是伊有一个坚持，你对来看，这有难无？洗骹都无要紧呢，佫浸骹呢，若香港骹，是，伊敢袂惊？上帝互伊特别的喙，就是浸落吼，拢袂感染。我毋知，你想这是伊的表示的一个动作尔吗？伊学习耶稣基督的是，这就是伊的标志。伊有法度屈低到一个程度。有真侪人讲哦，爱偌低，讲低到亲像地毯遐低，互人站就无要紧。兄弟姊妹，温度的标志，互相洗骹。今仔我要问咱，今仔日咱互相洗骹是啥？我毋知。就是你爱诚做别人的奴仆，诚做侍奉人，迄款代志，就是你爱去做。伊学生惊呢，彼得讲哦，你是老师，我来通互你洗骹，这是奴仆咧做的工作。今仔日咱要知影，人会看见咱互相相听，就是咱亲像奴仆去侍奉、去听咱的兄弟姊妹。若是教会外口的人看见咱即群的人，奇怪，这拢毋是互相洗骹的，拢是啥？互相拼面汤水啊！伊破我破你啊！你啊，屈低到一个程度，三天若无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我感觉迄拢还毋是三天。三天若无你付出，无你感觉会疼痛，会通艰苦，可能是真正会疼。咱讲着要安怎诚做耶稣基督学生，要安怎诚做疼痛的事，伫即个世间有足侪的方式。其实以赛亚书咧讲着禁食的时，哇，当时人开始讲啊，禁食着莫食饭啦，就安尼吼，结果安尼咱感觉真艰苦。但是迄当时上帝透过以赛亚的先知来讲，我爱禁食是要解除遐欺压的所连甲不公正的担，讨帮遐受欺压人。恁着将恁的食物分互枵无人，将恁的厝开放遐无寡可贵的善车人。摕衫互遐赤身裸体人，毋通负责求助无门的亲人，安尼我就欢喜恁，亲像早起的日头照耀恁共款。恁的创伤就咱得到医治，我随时拢来拯救恁。恁祈祷我一定应允，恁恳求的事我一定答应。
你有看见即段话咧讲啥物？有当时咱的祈祷无受应允，原因呢是即个，因为咱无对人啊会事公义的事，咱去重视。啥物叫做公义？真侪时阵讲啊，社会公义吼，就是吼啊，就来去街头啦，啊掠啥物房啊，迄是一项。但是要公义对上帝来看，真正的公义就是照顾遐个受欺压的人、无厝通住的人、受关家的人、破病的人、夭折的人，迄叫做公义，因为遐个人受不公平的社会对待。这个图我真爱 ，Keep your coins, I won't change。咱有诚是啊，钱互伊就好啊，你买了时间哦，哦，有当时咱连钱哦，咱嘛感觉无啥互伊，哦，咱剩一大堆呢，爱这钱啊，摕去创啥货哦？我当时嘛会称赞呢。北加州、南加州啊，方面是较济啦吼，啊，徛伫路边嘛真济啦。啊，但是我会奇怪，迄人看起来都比我较好康呢，啊嘛比我较臃肿呢。啊，你若是连牌啊，讲咱家钱互伊，啊，咱想讲，敢要互伊？上帝若感动你，你互伊。但是我即摆讲的是一个规则，但是咱爱去想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伫咱的厝边内面，偌济人，因的需要是需要一个改变，因的生命需要一个改变，咱互伊款机会无？即个字 ，Zenia， 啥人知影即个字的意思？这完整者你应该知影，我还有一个所在叫 Zenia。我嘛即句话哦，我是伫。还有是我捌伫遐误会，所以我知影 Zenia 哦，这英语这是一个 Greek 哦，伊个 translation 叫做是来宾，也是 friendship， 这是 ancient Greek concept 是 hospitality 哦，讲到这是牧师就要讲一个故事啊，这牧师这个故事吼，我了上帝有哪互我这个机会？2月份我对台湾回来，有一天暗时要食饭的时，忽然有一个电话，anonymous call， 我是讲哇，这可能是诈骗集团。寄来讲，我这是生活社 fire department 吼，因为吼我对教会 website 知影你的电话，所以我敲你，我是讲无，这到底是要创啥？我 fire department 讲，因为阮即摆这 fire station 有人送来一个台湾，伊讲伊是台湾来的一个lady， 吼伫即个所在，阮要替伊找一个暗时住的所在，就是阮即摆要找无，是毋是你会当帮忙？你若是听到即个话是，你会想讲。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，这个可能怪怪，因为迄无小 ID 啊，吼。第二，台湾人哪有可能homeless去互送去fire station，即咱敢若毋捌听嘛，吼。台湾人做好康啊，所以你着两个伫遐 struggle，所以我着听到这个电话时，我就较无顺利，一直我对我，安尼咱要安怎？我想讲感叹啊，这要安怎？而且我咧食饭的时，哪食咱无平，讲再要安怎？我就穿一句话，我若是我咧一日干，就喺台下顶讲到喙角全破，讲你若迄个怪家，你爱去甲看，无通食，你爱去互伊食。即摆有一个即个 message，咱伫遮咧 struggle， 我想讲咱来想看觅，若捌因吼，咱即摆去，迄个吼，迄个人若是，到时真正无通住吼，咱就来甲带咱家厝住呢。即工通暗捌哩，当然毋知是影变，吼，会紧张呢，会哦，当然会紧张啊。牧师有哪是人各位，但是阮了后一个感动讲不管饭食食8点外，我即仔开车去生活社 fire station number 19，去的时，真正看到一位小姐，伊去工作哩，所以互送去，伊本来拢住伫公园内面。互送去即个 fire station， 入去的时候，咱得爱 make sure 伊是毋是台湾来的，吼，当然安尼敢若怪怪啊，是台湾来，咱有怪差。但是上至少要 verify 者，所以咱就用台湾话甲伊问呢，无是讲但是问台湾话时，回答的是讲华语搁较亲像，敢若毋是对台湾来的。即阵阮头壳拢有一个开始转色，了我就迄个开马上讲，小等，咱去外口讲，我好听。就用英语甲伊讲，就甲讲一寡伊的经验。伊讲伊也毋捌看见homeless遐尔清气的，感觉即个查某无应该伫公园内，所以要甲伊帮。结果你敢知影？即个 fire marshal 伊其实毋是伫迄个 station 的 fire marshal， 伊是别个，伊是迄工来支援的。伊就是为着要帮忙伊，所以伊想尽办法敲电话互我。我实在想，我嘛家己真见识。
人一个白人为着一个台湾人，啊，是毋是别人要甲伊帮忙？啊，咱是台湾人，佮看见咱家己的人，佮伫遐想甲一大堆有诶无诶。啊了后讲诶，我规日伫个 fire station 停咧，都乌烟乌烟，佮出去啊，连乌烟乌搁转来，咱死也嘛毋知要安怎。甲我想想，我甲有想，喂9点无安尼，啊无安尼啦，咱家再等下咱斗啦。啊，这决定就爱做咧吼，怎我就问伊，啊，你叫什么名？伊个名叫做 Zenia。我讲，我听到迄个名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哪有可能？你真少人号这个名的，各位，伫美国你捌听过有人名叫做 Zenia 无？就是我来讲，迄个时阵上着我一个感动，伊要透过这个人爱我去好款待伊。啊！我去将我的家庭开放来互伊住，所以我就甲伊带转去。带转去的时，我记足清楚，迄天我是4月15号，是安怎我清楚。因为要转去的时，大家拢排队要去邮局要去寄 tax return， 拢塞车。到厝的时，咱就开始烦恼咧。这是对来的，这暗时毋知有啥物代志无？啊，当万一吼，较毋惊讲伊会甲咱安怎，较惊家己对伊后日安怎对无？啊，若万一咱透早起来时，伊说。做袂喘气，啊！这些代志就大条，啊是去报一下警，啊先做，我想一大堆要帮衬人哦，咱爱想一套。按是要困的时，我本来毋捌咧锁门，迄间门特别锁起来。哎，我来想想，这拢做，安尼怪怪。我要分享这个物件，就要甲咱大家讲，上帝拢透过这个机会，互咱，你爱去实践，你安怎去听？像这个方面是来住在阮兜，啊住一暝，啊去到我去上班啊，我去教会。我带去教会时哦，我伊嘛拖一脚土人裤来对阮行咧。我去的时，我秘书讲，哎呀，我说恁亲情啊。我来甲我有想讲你创造去，我来甲我秘书解释讲无啦，这毋是亲情，这是互阮昨吼去迄落叫翻 station 带倒来。啊是安尼哦，啊你看看，然后伊伫教会陪我一工，我就讲啊，我来替你上班，我嘛无闲呢，我拜日通常拢都爱做一个 stand meeting。上班要替伊找，所有生活说的这小图拢无。啊，伊吼到头下晡的时，伊讲，老师啊，不用再找了，因为我进去，我一下子也会出来。我来这个查某囡仔40几岁，伊精神有困难，啊，伊若去去迄个所在，一日就搁出来。伊可能到一个程度，伊认为公园内面遐啊，比伊会当亲近的这个人，搁较是会交着。Zenia 毋是唯一需要帮忙的人。你看到尾嘛无法度，啊，拢找无伊是要安怎？伊拍电话讲，老师就送我回去吧。你知我做迄个决定偌困难，我要来送转迄个公。啊，要转去的时，啊无法度，所以阮就去要去到公园以前，去买一个便当回去种。伫咧走以前，我搁伫咧联络，因为教会有一个人，伊是一个hotel的经理，讲拜托诶，某某兄弟啊，有你吼一礼拜无住啦。安尼就过来上班啊！伊讲啊，嘛袂当，啊嘛无迄个空间。我相信伊嘛知影，我这个屁，那安怎嘛是大条的。等我咧打电话时，甲我讲一下，讲，牧师不要麻烦，你就送我回去。但是要落车时，甲我讲一句，我讲迄句话就有够啦。伊讲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谢谢。但是起码我要讲这个物件，就是上帝透过这年。爱我，甲牧师去实践我所相信我咧分享的，爱去慷慨好款待。你的生命内面，什么是你的这？有足侪时阵，咱生命要结较侪果子，啊，无啥可能结袂出来。其实上大问题是啥？迄个 impossible， 迄个 I am 若摕掉就 possible 啊，对无？那我吼要靠我家己吼难啊。我无可能，但是上帝有可能。咱去做见证，去分享。这个我相信是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啊，所以招的学生伊的方式。伊讲过一天，约翰甲因两个学生，搁伫迄个所在，看见耶稣经过，就对讲，看上帝因果。两个学生看见这个话，就跟对耶稣。哦，这若对约翰来看，怪怪的吼。我学生，啊，就看见耶稣，啊，讲怎样去对耶稣。耶稣啊，当时看见因，对，就问你想要什么物件？伊回答讲：廖比老师啊，你下暗住伫倒位？耶稣讲：恁来看。因就甲伊做去，看到伊住的所在，
迄天就甲因带做，迄个时是下晡4点。听去约翰的话，可能军队耶稣迄两个人，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，伊先去找伊阿兄西门，对伊讲，阮已经拄着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对安尼，伊带西门去见耶稣，耶稣主神对伊讲：你是约翰的囝西门，你的名要做基法，就是搬照意思。我要讲的就是，什么叫做见证？当这人军队耶稣的时，甲伊大了后，伊发觉讲，这个生活方式毋是一般。上帝的囝，伊是弥赛亚，伊是基督，伊是上帝所满意的，伊是要来拯救这个世间的人。所以，转去家己啥，找伊阿兄叫做西门。若无伊的小弟，转去家伊的西门，用伊家己体会见证，家伊讲耶稣基督的代志。我请问，现在教会历史可能完全爱改变啦。当耶稣基督看到西门的时，你想上重要，传福音甲见证是啥人上有路用？厝的人上路用，咱的见证真正非常重要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咱需要是咱来活出慷慨、好款待人，迄个相听的方式。分享咱真爱俗气咯。生命有真侪物件，咱感觉足痛苦，但是当咱要分享上帝伫咱身上的即款作为时，你就是喜乐。咱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拢是叫做 contagious， 即个。我人台湾翻译啊吼，contagious 吼，感染力即怪怪。我人讲这着鸡济吼，这大家都听有，吼，对无？着济啦，什么叫着济？吼，就是传染病吼，啊，这传染的速度足紧。你知影基督徒真大影响力，大到一个程度，感染。现在有真侪人看见这人讲，我足想足爱甲伊共款的生活方式，是安怎伊遐个喜乐，是安怎伊遐有平安，是安怎拄着这个代志伊完，袂去失志。上帝爱咱永远诚做别人的祝福，这是耶稣基督学生的代志，别人的祝福。上尾歌罗西书，甲大家提醒一段话，咱做伙来读好来。恁既然是上主所拣选的子民，是圣洁，要得到伊会听的人，就用怜悯、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相爱情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就互相宽容，互相赦免，亲像主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互相赦免。比这个搁较要紧的，着爱有疼心，因为疼心会决定一切，互人完全好好。上帝真重要，伫遮讲啥？你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咱拢是圣洁的，要得到伊听，咱着爱怜悯、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。甲耐心，亲像做三来情。咱讲圣神的果子，拢有食的对无？遐若诚做咱的，敢若互人看见，因为衫是伫咱身体外口，看见就知影讲啊，有影即群的人，即个人，即个教会，这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所以用疼心、用怜悯、用仁慈、用谦卑、用温柔、用耐心，伊做三来情。但是14节伊讲啥？讲比这个搁较要紧的，这种是。生活一个表现，着爱有疼心，因为疼心能决定一切，互人完全的好好。疼，只有疼会当解决一切的代志。就互基督所享受的和平，伫恁的心内做主，为着要互恁有即个和平，上主选调恁来成做一体，恁着感谢上主。教会对初代教会甲今仔教会拢一个问题，上大的问题，对啥？和平合一，哇！这真做一个上大的困难。有人讲，若甲5个基督徒放伫一个教会，就绝对有足侪需要好好祈祷的代志，因为无容易，若无听的是，这拢真最难的事。但是这上帝，伊讲伊选调咱真做一体，是要爱咱，互耶稣基督一听伫咱内面真做和平。我真爱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。这林和成，伊其实一个本来家己也袂晓做啥物音乐的人，啊，就吉他安尼摕来弹来弹。但是到有一天，伊的性命，互伊女朋友的哥哥，吼，伊女朋友的哥哥就是讲，这个林和成袂当甲阮小妹啊
伫遐3、9岁，所以就派人去甲伊伤害，所以互伊骹煞无好势。经历遮个苦难，经历遮个无好个代志，上帝互伊足侪感动。伊写遮个歌，即首诗歌真台湾调。一个袂晓读过音乐的人，我相信敢若知影几个吉他的即个和弦，但你知影做真侪好诗歌的人，是伊对内心的感动，对伊上知影的遮个 melody， 伊来写遮个物件。伊讲主，你是我的性命，风雨同心斗阵去，梦中有你，甲我人做伴，脚步有你的印传。有影，咱的人生，从伊的前景，我相信是安尼。感谢你对我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。天顶白云，互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这听起来有一点仔敢若亲像，真正是流行歌啦。我毋知影你啦，我若特别唱着这个歌吼，可能比我唱圣诗的感动搁较济。讲要大声唱，互人知，也我有无共的爱。世间的人拢要来敬拜，也我是完全的爱。是安怎叫做爱？因为这亚文的物件，这台湾话人就是咱伫遮。因为你若讲对头来，你头前甲阮的听就唔对啊，所以这台湾话咱大概有亚文的是唱着就较好势。上帝予咱的是无限的爱，伊对咱的听头，伊嘛希望咱将这个听头甲人分享。有影，要去接待迄个咱认为讲无可能住伫咱家的人，你想咱来付出偌济的听？唔免偌济啦，就是一份的心，大家对上帝领受。好佳哉，因为阮的囡仔，我出去啊，阮2个bedroom，所以阮出一个bedroom，所以同Zeni啊，去住伊个bedroom。你知我要去迄个 fire station 的时，我就打电话阮后生 Chris， 恁下暗你的凌晨吼，要有一个 homeless 来住，哦，伊就讲 Are you sure？ 但是我来讲，迄个凌晨，真做上帝。真对，我甲这一点讲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有机会去 practice。上帝爱我，伫遐去实践。真侪长老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都叫去小头都，我讲我来法度都无问题啊。大家咧讲，无一个长老讲，啊无你上来阮兜好。我咧讲是讲，阮这长老无听心。我咧讲是一项，上帝若迄个机会互你的时，你有法度反应无？迄就是你。这无法度去激的，你若看到一个人伊需要帮忙，你就甲伊帮忙，迄就是你，唔免强迫去做，但是你只要去 practice。其实我讲，我讲就是甲我想着讲，好啦，咱就试一遍啦，看像 homeless 在咱兜住一个，迄个祝福是啥？上帝要祝福你，祝福我，是咱愿意照伊的命令去做。当你甲你兄弟姊妹有中间有即个无好的代志，你讲好啦，试一遍啊啦。我就是用上帝互我听来听，伊来原谅，伊来赦免伊，一遍就到遐。因为你有款的经验，你的生命就改变。咱来听一首的诗歌。主，你是我的